神医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怀上孩子啊？啊？唉，你老公啊，红颜知己应该不少吧？已经染上病了，估计很难让你受孕了，换一个吧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哎，他背叛老娘！快点，他是活你给了！老婆，这什么狗神医？我诅咒你这辈子没男人要，生不出孩子来！老婆，听我解释，老婆不是你想那样，听我解释，老婆。男人嘛，确实是没有，不过孩子已经有了。这个病人真奇怪，居然约我在酒店看病。602。放开！老婆，他被下药。我去，这就中奖了？胜，去父留子，人间赏识。认知一，说过多少次了？虽然你是神医，但不能每句话都跟患者直说。沈图图，你又教我做事，我让你取的录取通知书呢？嘿嘿，唉，终于到了，这可是星海市最好的幼儿园的录取通知书，我摇了一整年的号才摇到。走吧，儿子，咱们收拾东西下山喽。妈咪，这个幼儿园一年学费得几十万呢，我们有钱吗？妈咪呢，最近接了一个大单，对方出手很阔绰。啊，对了，儿子，你有先天性遗传红鳞症，天气变化或者情绪变动就容易发病。但凡你要是有什么呼吸急促啊，身上起小红疹子啊，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咪。注意看，霸总只凭一根头发，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。有人凭一根头发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儿子，有的人快30了还打着光棍。奶奶，您又来了。您要是休息好了，咱们就赶紧回去。徐医生说了，您的身体不适合在外面多待，以免旧疾复发。你别给我转移话题啊！你都30了，恋爱不谈，给你介绍对象也不去，你究竟想怎样？江家世代单传，要是到你这一代断了代，我将来到了下边，你让我怎么给江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？你要气死我了！奶奶，你冷静点，别激动。江总，老夫人这是又发病了，只有许医生才能医治她的病情。快给许医生打电话。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奶奶，大口呼气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江总，许医生的电话不接啊。许医生的医院就在对面，我去叫他。看好奶奶。是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没摔到哪吧？没有。奇怪，这小孩怎么看着这么面熟？找许医生要钱。对不起啊。唉，
现在的大人怎么毛毛躁躁的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您坚持住，江总已经去接许医生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哎，那个老奶奶的症状和我发病时好像，难道和我得了一样的病？住手！哪来的小孩？你给老夫人吃的什么？老夫人，你好了？小朋友，是你救了我吗？老奶奶，你现在没事了，你跟我得了一样的病，所以才有药救你呢。这小娃娃跟阿燕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，而且她也有红绫症。按短剧的套路，说不定他就是阿燕的儿子，我的重孙子呢。你手怎么流血了？来，擦擦。老奶奶，没事，只是小伤，我该回去了。我妈妈还在等我呢。嘿，拿去，和阿燕做一个 DNA 检测。是。图图，沈图图，沈图图，这孩子去哪儿了？妈咪，我打了个电话的功夫，你怎么就跑不见了？妈咪，我刚刚遇到了个老奶奶，她跟我得了一样的病，不过我为她吃了药，她已经没事了。一样的病，红绫症是遗传病，且十分罕见。难道对方是图图的家人？不可能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？图图做得好，但是你要答应妈咪，以后不论去哪都要提前告诉我，知道了吗？走吧，咱们去幼儿园报道。真是神奇啊，居然这么快就好了。平时吃了药，至少需要40分钟才能好点。许医生，会不会是现在已经有了能治疗红绫症的药？我刚刚吃了药，真的不到1分钟症状就缓解了。哦，他们都看到了。红绫症是基因突变引起的，就像有的人能长到2米高，有的人只有1.5米一样。从出生那一刻就决定好了。以现阶段的医学水平，很难完全覆盖基因，这根本不可能治愈的呀。西医做不到的，不代表中医也做不到。奶奶，我花重金从九云山上请的那位神医下了山，刚才不会是他救了你吧？不对不对，不是什么神医，是一个小娃娃救了我。小娃娃？小娃娃？哎，他跟你小时候长得还很像。他说他也有红绫症，红绫症本身就罕见，又是遗传病，说不定他就是你儿子。怎么可能？我从来都没和……纯属巧合罢了。老夫人 ，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。我看看，快看！他真的是我重孙子，你的儿子。这怎么可能？向助理，动用所有资源，全程搜寻我大重孙子的下落。是。太好了，蒋家终于有后了。刚刚我大重孙子来救我的时候，他背着一个红色的斜挎包。你请许医生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他？
红色斜挎，是那个孩子。呀，青葵幼儿园入学手册会是他的吗？要我听老师的话啊。乖啊。奇怪，我记得我明明带入学手册了呀，怎么找不到了？能不能快点？这么多人在这儿等着呢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还真是什么乡巴佬都能进啊！不会是你的孩子没有被录取，故意在这儿耽误时间吧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，老师，您看一下，这是我儿子的录取通知书。这个入学手册我实在是找不到了，您看能不能先帮我们报个名啊？你等一下，我问问领导。谢谢老师。真是麻烦！不是说这青葵幼儿园是整个星海市最好的幼儿园吗？怎么什么乡巴佬都能进？你干什么呢？滚开！小豆豆，没事吧？小可，怎么了？姐姐在哪？不哭啊！姐姐，我就要那个。他非要玩我的玩具，我不给他，他就上手抢，抢不到他就哭。一个破玩具而已。小可，等会儿姐姐去给你买个新玩具，好不好？我不，我就要那个。去。滚开！那个孩子真是这所幼儿园的。图图，你先放开，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玩具好不好？早放手不就好了吗？能被我弟弟看上玩具，是你们的福气。江燕哥哥怎么来了？难道他知道我今天带小可来幼儿园报名，特意来找我的？江燕哥哥，江燕哥哥。江燕哥哥，我们进去吧。江燕哥哥，李老师，这是查询的结果。图图同学确实被我们学校录取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办入学手续。谢谢老师了，走吧，儿子。喂，房东，我们之前联系过的，我是之前跟您约好看房子的那个。我们现在事情办完了，有时间您方不方便我们去看房子啊？都怪你，让我在江燕哥哥面前出丑。我要是不出这口气，我就不叫楚瑶。哼！沈小姐，请进。打扰了。简单给您介绍一下，这边呢是咱们的厨房，这个呢是洗手间，这个是咱们的卧室。这个屋子的户型啊非常方正，所有的家具家电呢全是我新换的。这个电视啊昨天刚到，4K 高清的，我给你打开看一下。据相关人士透露，星海市首富江家的老夫人正在全城悬赏1个亿找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年约5岁，男孩，极有可能是江家流落在外的下一代继承人。江家，不就是我这次下山要去医治的人家吗？这么大阵仗，难怪请我下山给了这么高的报酬，原来是首富。
又是羡慕有钱人的一天啊。沈小姐，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咱们就签下合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等我，我去写下合同。好。哎，好的。儿子，咱们有家喽！开不开心？耶！宝贝，今天在学校要好好上课，知道吗？妈咪今天去给人看病，等你放学了再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妈咪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乖乖上课的。真乖，亲我一下。去吧。就是这里了。这江家的小少爷真幸福啊！哎呀，我这大虫孙子也不知道在哪儿受苦呢。奶奶，我问过幼儿园园长了，他说对这个孩子没有印象，而且这入学手册上名字、照片都没有，你让我上哪儿去找？您真以为我跟那短剧里面的霸总一样，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呀？那都是编的，骗人的，而且我连女人都没碰过，那我哪来的孩子啊？这事肯定有蹊跷。什么蹊跷不蹊跷 ？DNA 检测都出来了，那还能有假？你别管他从哪儿来的，他就是你儿子，他就在这个幼儿园，你赶快去给我找。总之，我一定要见到我大虫孙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，我找就是了，您先别动气。江总，老夫人，九云山的沈医生到了。沈医生到了，奶奶，沈医生到了，您先好好配合治疗，调整身体，好不好？吃什么治？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我大虫孙子，找不到他，我死了算了。奶奶，您越想见到您的大虫孙子，您就应该越保重身体。我答应您，我肯定找到您的大虫孙子。您先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啊。哼。带我去见沈医生。是。这不愧是大户人家，难怪出手这么阔绰。你好，沈医生。奇怪，这个人好眼熟啊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九云山上的妙手神医，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女孩，该不会弄错了吧？你是沈医生？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啊！怎么，我看起来太年轻了，不像？啊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病人在哪儿？带我去先看看情况。这边请。沈医生，您请。奶奶，沈医生来了。听说你是中医界的神医，没想到这么年轻漂亮。奶奶您谬赞了，您叫我名字就好，我姓沈，叫沈之意。奶奶，你手上是青葵幼儿园的入学手册吗？是啊，我大虫孙子在这里，就在这个青葵幼儿园上学。啊，只是有人不让我们祖孙相认。我儿子也在青葵幼儿园。江老夫人的重孙应该就是门外横幅上说的江家小少爷。看样子江老夫人很宠这个小重孙，要是图图也有个祖奶奶，不知道会不会也这样宠他。这么巧啊？
说不定啊，我重孙子跟你儿子就是同班同学呢。沈医生，你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，孩子的爸爸一定很优秀吧？老年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，去父留子的事还是别说出来了。孩子他爸爸已经去世了。江总，您感冒了？沈医生，先替我奶奶看病吧。好的，奶奶，您先把手伸出来。和图图一样，是红淋症。奶奶，您得的是红淋症吧？一把脉就知道，沈医生，你也太厉害了。那这个病还能治吗？红淋症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遗传病，我虽然能治，但是得需要时间，再加上您现在年事已高，还是得做一下系统的评估才行。这个是药方，按这服药去抓药，把老夫人的身体先调整好再说。好，去抓药。是。谢谢沈医生。不必客气，江总给过我诊金了。那老夫人您就先休息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沈医生，这边请。江总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了。好。小少爷尊享礼品到。这是什么呀？回江总，老夫人说男孩都喜欢变形金刚，让我们把全球限量版的变形金刚都买回来。怎么能买这么多变形金刚呢？确实啊，孩子不能这么宠的。万一小少爷不喜欢变形金刚怎么办？把小孩可能喜欢的玩具都给我买回来，等小少爷回来，喜欢什么随便挑。是，这就是有钱人养孩子的方式吗？毫无人性啊！这么一对比，图图只有一个玩具，还被抢走了，一会儿得多给他买2个玩具。沈医生请。好。信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我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在回味什么？这个胸肌的手感，怎么跟6年前图图他爸有点像啊？呸！沈志毅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都是有儿子的人了，而且人家也有家室啊。再说，除了江总和图图爸，你也没摸过别人的胸肌，你知道什么手感？这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些年我有跟女人近距离接触过吗？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啊？江总，你忘了，6年前您在参加完星海酒会后的第2日遭遇了车祸，而醒来后您出现了失忆的症状。车祸前几个月的事情您都不记得了？难道就是那段时间？立刻去查，6年前我跟哪些女人接触过？是。不管怎样，既然确定是我儿子，我就一定会找到他，好好对他。啊，不过怎么跟小孩相处？
唉，真是个难题啊。图图，儿子啊，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？妈咪，除了那个可可不跟我玩，其他小朋友都跟我玩。那你真是太乖了。妈咪今天回去给你买个大玩具，怎么样？妈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我一直都很大方的，好吧？江总，那边那不是沈医生吗？江总，对面那不是沈医生吗？幼儿园放学过来接孩子。沈医生的先生去世了，还独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，真是厉害啊！江总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沈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百忙之中还要请你过来。没关系的，老夫人那边基本上已经稳定了。我其实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你，就是该如何和一个小孩相处。江夜一定是因为他儿子要回来，不知道怎么相处，还跟我取经。江总，你这问我可是问对人了。我跟你说，跟小孩子沟通其实特别简单，他们有的时候想法天马行空的。你只要……等一下，我记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江总还怪可爱的。你看啊，第一点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有童心一点，第二点呢就是多准备一点他喜欢的零食啊和玩具。偶尔就可以吗？5点了，江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身体不是很好，我得去幼儿园接他。哦，好，那你快去啊。不好了，江总，老夫人又犯病了。沈医生，如果你担心孩子的话，我可以派人去接他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救救我奶奶？行，病人要紧，那就麻烦江总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我儿子照片。怎么这个时候关机了？江总，你去青葵幼儿园找一个5岁的小男孩，我儿子名字叫沈图图，麻烦你了，江总。还不快去！是。这边请。老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夫人怎么还没来呀？老夫人，少爷，老夫人呢？静待1分钟便可。这就可以了。老夫人好像好多了，红疹也退了些。红疹虽然是退了，但毕竟是大病初愈，你们还得多加照看一下。是。沈医生，幸亏有你在。江总不用跟我客气。沈医生，图图已经在回来路上了，他们已经接到了。好，那我现在下去看一下。图图，图图，妈咪，宝贝，想我了没有啊？一点点吧，就只有一点点啊。沈医生，孩子我已经接到了，我要去回复少爷了。谢谢你啊。图图今天真乖，拜拜。跟阿姨说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咱们也上去吧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没必要告诉你吧，这又不是你家。但这是江燕哥哥的家，我和江燕哥哥是青梅竹马，江奶奶最喜欢我。我知道江奶奶身体不好，特意带补品过来看看。你手里提的东西过于大补，以老太太现在的身体，肯定是吃不消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质疑我？你算什么？我妈咪是九云山上的神医。我妈咪是九云山上的神医。九云山上的神医？我看你是招摇撞骗的神棍还差不多。我可告诉你，神医我见过，你休想骗我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带来的东西正好是九云山上的神医给我的酒精丹药。你这个骗子，应该见都没见过吧？今天就让你好好瞧一瞧，给他看看。你手里的东西是江州的女贞子吧？女贞子是补阴之物，老太太现在阳虚体弱，补阴之物就是毒药。你口里的那位神医，恐怕只是为了骗走你的钱吧？你住嘴！你现在还倒打一耙？之前你耍手段进青葵幼儿园就算了，你现在竟然假扮神医来江家行骗。今天我要替江燕哥哥好好教训一下你们！你们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放开！你凭什么动我？我是江总请来给江老夫人看病的，你这么擅自动我，你不怕江总找你算账吗？敢把我的补品说成毒药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你就是看江家有钱，所以假装神医过来行骗。今天我就要替江燕哥哥好好教训一下你。等江燕哥哥下来，我把你的真面目告诉他。坏女人，不准你这么说我妈咪！好啊，小畜生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图图，放开！图图，你别怕，凭什么敢动我的儿子？小畜生竟然敢打我！你既然不会教孩子，我就好好帮帮你。图图，还不快把他给我丢出去！还不快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，丢出去！图图。我求求你，你放我儿子！你对我做什么都行，你把我儿子放了！你放过他吧，他生病了，这样下去他会死的。别想吓唬我，把他放在屋外，能出什么事情？图图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要不会教，就让我来好好教一下。图图，你开门！谁在哭？看我！你在干什么？江燕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江燕哥哥，放开！江总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儿子！我儿子生病了，他现在在外面，求求你！江燕哥哥，我跟你说，看，江燕哥哥，图图，图图，快起来！江总，快把他平躺放好。怎么会没有药？
千万别有事！装什么装？关在门外能出什么事情？大骗子养了一个小骗子，在这里装可怜骗钱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就算轻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不会放过你。江燕哥哥，你看他打我！打得好！谁允许你来江家胡作非为，欺负一个小孩的？沈医生是我请来的贵客，立刻给他道歉。江燕哥哥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这是在帮你。我不想说第二。沈医生，对不起。先把孩子带到房间去，我给他换件干净的衣服，别感冒了。好。他会是我的儿子吗？红疹已经消了。图图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一定要告诉妈咪，知道了吗？妈咪别担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没事就好，妈咪担心死了。咱们先把口罩戴好，好不好？你刚才犯了病，这会儿免疫力太差了。把口罩戴好，知道吗？请进。江总，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。应该的，你是我请来江家为奶奶治病的，你的儿子在江家受了欺负，我也有责任。图图，好点了吗？妈咪说：“叔叔，你救了我，谢谢叔叔。”不客气。江总，老夫人的情况有所好转。要不等药材都买好了之后，您再给我打电话，我先带图图就回家了。这么着急吗？图图还没好，要不今晚就住这儿吧？不用了，江总，太麻烦了。图图的药基本上都在家里，我还是先带他回去吧。也好，那我一会儿派人送你吧。谢谢江总。沈医生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图图得的是什么病？为什么一发病的时候脸上会有鱼鳞一样的红斑？图图得的是什么病？为什么一发病的时候脸上会有鱼鳞一样的红斑？我要说图图得的是红鳞症，江总会不会以为我是为了治好自己的儿子，拿老夫人试药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江总，图图得的就是一种特殊的皮肤病，发病的时候情况比较特殊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这孩子得的也是红鳞症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图图你好好休息啊。妈咪，你怎么不跟江叔叔说我得的是红？嘘，图图乖，你得的病是你和妈咪之间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外人，知道了吗？图图知道了。真乖。抱歉啊，江总，这么晚了还麻烦您亲自送我们。沈医生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说过，你为我奶奶治病是我们家的贵客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图图，跟你江叔叔说再见。再见，江叔叔。图图真乖。来，送你一个礼物。江总，这不是你家孩子的玩具吗？我们不能要。沈医生又和我客气了。但是你这个太贵重了。这是给孩子的，图图拿着吧。行吧。谢谢江叔叔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妈咪，江叔叔真好，我想要他做我爸爸。
我想让他当我的爸爸。江总，那个小孩子童言无忌，不懂事的。没事，拜拜。拜拜。沈图图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妈咪，江叔叔人真好，我想让他做我爸爸，我们一家人肯定会幸福的。可惜啊，你江叔叔已经有儿子了，你就别想啦。好吧，别人的小孩都有爸爸，只有我没有。图图，你有妈咪，妈咪会永远陪着你的。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，什么意思啊？沈图图，你真是人小鬼大！你给我站那儿，我来扎你啦！进。江总，你上次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说，我调查了您失忆那几个月的行程，只有一次行程有意外。出车祸前一天在星海酒会上，您在万豪酒店睡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我才找到您。会不会是那次？有那一天晚上的监控吗？我这就去联系万豪酒店，不过过去了那么久，可能需要些时间。好，查到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调取了老夫人犯病被小少爷救治的监控，这是截取的小少爷的照片。果然是他，总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为什么图图给我的感觉和那个孩子一样？对了，老夫人需要采购的药采购好了吗？已经都买回来了。需要我去接沈医生吗？不用，我亲自去接。喂，哦，江总啊，你又亲自来了，我现在马上就下楼。图图，妈妈要去给江奶奶看病，你在家乖乖听话，不许乱跑，知不知道？妈咪，我也要去。妈咪，我也要去。宝贝，妈咪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每次发病后免疫力都会变低，咱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好不好呀？好吧。妈咪，这是老师送给我的小红花，你把它送给江叔叔吧。江叔叔送我礼物，我也要送他礼物，这是礼尚往来。我们家图图懂得真多，亲妈妈一口。去玩吧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，没撞到你吧？我没事儿，阿姨。下次不要乱跑了，小心受伤，知道吗？看来图图真的不是我儿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也没来一会儿。对了，图图好些了吗？图图对了，图图好点了吗？啊，图图没事儿，谢谢江总关心。请上车吧。对了，江总，我这儿有一件东西要给你。噔。笑什么？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很有趣。这是小红花，图图给的。谢谢，正好我也有东西要给你。这是……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
市面上常见的中草药，这里基本上都有，还有一些罕见的、名贵的，我们还得抓紧时间采购。江总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给了你一个药方，你在别墅里给我建了一个中药房？对啊，我想着这样你为我奶奶治起病来，会方便顺手一些。怎么，不喜欢？哦，当然喜欢了，只不过是不是有点破费了？既然请你下山治病，当然为你提供最好的便利。以后你想取什么药，随便抓；需要什么，随便和我提，不要和我客气。这个经验跟那些豪门公子哥完全不一样。沈医生，你看我的病也好了，是不是能出去走走了？江奶奶，扎完这针，明天就可以出去了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不能去人多的地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听沈医的。你们看清楚我是谁！竟然敢把我拦在门外，让开！我要进去见江奶奶。楚大小姐，江总特意吩咐过，不准让你踏入江家一步。你说什么？上次你在江家得罪了沈医生，江总跟我们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能进去。沈大小姐，请吧。都怪沈之一那个假神医。对了，他生的那小野种和小可不是在一个院里。老夫人，你偷偷来这里，真的不和江总说一声吗？说什么说？我老太婆都跟他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也没找到我大重孙，跟他说有用吗？还得我亲自出马。是，您慢些走。乖重孙，祖奶奶来了。图图终于上学了，江老夫人的病有所好转，我终于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。爽！喂，是图图妈妈吗？哦，我是。老师您好。请你现在马上来学校一趟。好的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唉，我这真是既要当爸赚钱养家，又要当妈煮饭带娃。图图，怎么了？妈咪，他们说我有病，不让我去幼儿园上学。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图图妈，图图得了传染病，怎么能对学校隐瞒呢？谁说图图得了传染病啊？老夫人，园长办公室前面拐弯就到了。好。谁说图图得的传染病？你儿子发病的时候浑身长满红疹，我可是亲眼所见，不然他为什么会戴着口罩？幼儿园的孩子免疫力都低，万一传染给其他小朋友，沈之夜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楚瑶，咱们大人之间的事，别牵扯到孩子。我儿子是生病，但绝对不是传染病。主任，我记得入学体检里面有我儿子的体检报告，你们应该看过吧？所以图图是真的有病，一发病就会浑身长满红疹，是不是？是，可是他……主任，你听到没有？沈图图她有传染病，赶紧把她开除，不然传染给其他小朋友，你们幼儿园赔得起吗？图图妈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明天不用来学校了。听到了吗？沈之夜，现在带着你那个野种儿子给我滚出去！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儿子可以不在这间幼儿园上学，但绝对不能因为这种可笑的原因。主任，我可以带我儿子去医院再做一次体检，证明他没有传染病。
图图妈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我是不会接受你儿子。沈之意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你一个拖油瓶，还冒充神医招摇撞骗。别说把你的儿子赶出幼儿园了，就算把你俩赶出星海市，我也是轻而易举。就算把你俩赶出星海市，我也是轻而易举。妈咪，我们走吧。天底下又不是他们一家幼儿园。图图真乖，妈咪告诉你，这样不明事理的幼儿园，咱们也不稀罕。但是妈咪要告诉你，咱们不惹事，也不怕事，不是咱们的错，咱们坚决不能忍，知道吗？够了，图图妈，请你立刻带沈图图离开。好啊，我们可以不在这个不明事理的幼儿园里上学，但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。既然你们给不出，那我就只能去找园长。找园长？园长现在正在接待贵宾，他有时间理你吗？沈之意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园长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是吗？那咱们就试试看。图图，咱们走。切，楚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可是听您的吩咐，要是事情捅到园长面前，慌什么？把他拦住，让他见不到园长，不就好了？啊！老夫人，您说你那重孙在我们幼儿园？是啊。那他长什么样子？这个，他叫什么名字我倒不知道，但是我大重孙子白白的，一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，说话又甜又乖巧又懂事，大概有这么高。老夫人，幼儿园里边的小朋友大多都是这么高，皮肤白白的，眼睛黑黑的。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麻烦您给画下来。对对对，看我这老糊涂了，画下来不就知道了。老夫人，这不是蜡笔小新吗？是啊，我重孙子就像蜡笔小新一样可爱。老夫人去哪儿了？啊，江总，老夫人和向助理去青葵幼儿园了，好像说要去找小少爷。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备车去青葵幼儿园。是。老夫人，我们去各个教室看一眼，咱看到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这倒是。不过方便吗？方便是方便，但是现在是小朋友们的午睡时间。老夫人，要不你在这儿坐半个小时，要不等小朋友们上课了，我们再过去。图图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园长正在接待贵宾，没空见你。这个贵宾可是青葵幼儿园最大的股东，你得罪不起。主任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事的，我只是想和园长讨论一下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。您这么害怕，是心虚吗？沈之意，你有什么资格和园长讨论教育问题？我看过你儿子的资料，里面并没有他爸爸的信息。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儿子的病可能是你在外面乱搞传染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这么小的孩子得这么恐怖的红疹，一定是娘胎里自带的。我有脏病。
你不知道，有的病是能通过气溶胶传染的。主人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女人有脏病，还到处传染，让这样的人生的野种，你敢把她留在幼儿园吗？今天的事，你们谁说都没有。我要见园长，好狗不挡道。让开！喂，快把这个疯女人和她儿子赶出去！园长，园长，放开！园长，你们庆坤幼儿园是新海市第一幼儿园，收这么高昂的学费，就是这么对待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吗？园长！放开妈咪！放开妈咪！放开我妈咪！放开我！还不赶快把她给我拉出去！在这儿打扰到了贵宾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这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妈咪，快把鼻子捂住！这可是专门对付坏人的辣椒水喷图图，你先出去等我好不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啊！这是……这里味道太强烈了，你先出去等妈妈，我马上去找你。妈咪怕你又发病。那妈咪呢？妈咪没事啊，你放心，妈咪今天一定帮你把这个公道讨回来。出去等我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园长，这个人……兔兔妈，你怎么让你家孩子带辣椒喷雾水来幼儿园呢？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桂园的这位主任还有楚小姐，非说我儿子得了传染病，是他们先让保安把我们赶出去，我儿子不得已才用辣椒水自保的。沈医生，你儿子有传染病？奶奶，我儿子没有传染病的。对，沈医生医术高明，即使有病也会药到病除。江奶奶，他儿子发病的时候我可亲眼看到了，这还能有假？万一他儿子的病传染给其他小朋友怎么办？既然你说我儿子有传染病，那你拿出医院开的证明啊。院长，如果你不放心，我可以带我儿子去医院做检查，证明他没有传染病，但我要求幼儿园开除这位主任，并且让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我儿子道歉。楚小姐，沈之夜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啊？还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你道歉？你儿子就是一个腹不详的野种，还以为自己是富家少爷。楚瑶，我看你是不长记性。阿燕，你怎么来了？江总，奶奶，江燕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医生的儿子沈图图，所谓的传染病，只不过是普通的皮肤过敏。你们青葵幼儿园如此的不分青红皂白，强行将一个5岁的孩子用暴力赶出学校，你这个园长和主任是不想干了吧？是我疏忽了，我们这就向这位女士道歉，还不快给沈小姐道歉？对不起，图图妈，是我不好，没调查清楚就下结论，请你原谅我。你的道歉呢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我不想说第二遍。江燕哥哥，好，我道歉。对不起，你儿子没有传染病，行了吗？没什么事，你可以走。现在是我们的家务事。
我知道了。沈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了。一句不好意思就行了。沈医生儿子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我和主任会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给沈小姐和图图道歉。还有呢？图图明年的学费，学校一律全免，您看怎么样？免除的学费，从他的工资里扣。那好吧，好。沈医生，以后谁再欺负你和你儿子，你就告诉我，我老太婆替你撑腰。谢谢奶奶，谢谢江总。应该的。刚刚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应该还有很重要的事吧？我儿子还在外面等我，我就先走了。沈医生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啊，老夫人，现在孩子们的午睡已经结束了，您看去找找你的重孙。人都走了，还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带路？来，你们乖乖的啊，听老师的话，排队。江老夫人，我们今年入学的新生都在这里了，您看看有没有小少爷？真全在这里了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确定没别的了？全在这儿了。我怎么看不见我重孙子呢？他明明就是在这个幼儿园呢。奶奶，您先别着急。哎，那沈医生倒是上一次抱了个儿子。奶奶，您不会以为沈医生的儿子就是您大重孙子吧？你别说呀，沈图图同学确实像老夫人说的这般模样，皮肤白白的，眼睛黑黑的，而且特别乖巧懂事啊！真的？哼，奶奶，沈医生的儿子我见过，他不是。你见过？对啊，上次接沈医生的时候见过的。您先回去休息，别影响这帮孩子。小心啊！找孩子的事儿我会放在心上。你要放在心上，还用我亲自出马？老夫人，江总毕竟有那么大的公司要管理，您放心，小少爷只要在星海市的话，就一定会找到的。靠你们，还不如靠我自己呢。